申命記第7章第1至26節。耶和華你神領你進入要得為業之地，從你面前趕出許多國民，就是赫人、革迦撒人、亞摩利人、迦南人、比利洗人、希未人、耶布斯人，共7國的民，都比你強大。耶和華你神將他們交給你擊殺，那時你要把他們滅絕淨盡，不可與他們立約，也不可憐恤他們。3不可與他們結親，不可將你的女兒嫁他們的兒子，也不可叫你的兒子娶他們的女兒。4因為他必使你兒子轉離不跟從主，去侍奉別神，以致耶和華的怒氣向你們發作，就速速的將你們滅絕。5你們卻要這樣待他們，拆毀他們的祭壇，打碎他們的柱像，砍下他們的木偶，用火焚燒他們雕刻的偶像。6因為你歸耶和華你神為聖潔的民，耶和華你神從地上的萬民中揀選你，特作自己的子民。7耶和華專愛你們，揀選你們，並非因你們的人數多於別民，原來你們的人數在萬民中是最少的。8只因耶和華愛你們，又因要守他向你們列祖所起的誓，就用大能的手領你們出來，從為奴之家救贖你們，脫離埃及王法老的手。9所以你要知道耶和華你的神，他是神，是信實的神，向愛他守他誡命的人，守約施慈愛，直到千代。10向恨他的人，當面報應他們，將他們滅絕。凡恨他的人必報應他們，決不遲延。11所以你要謹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誡命、律例、典章。12你們果然聽從這些典章，謹守遵行，耶和華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，守約施慈愛。13他必愛你，賜福與你，使你人數增多，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應許給你的地上，賜福與你身所生的、地所產的，並你的五穀、新酒和油，以及牛犢、羊羔。14你必蒙福勝過萬民，你們的男女沒有不能生養的，牲畜也沒有不能生育的。15耶和華必使一切的病症離開你，你所知道埃及各樣的惡疾，他不加在你身上，只加在一切恨你的人身上。16耶和華你神所要交給你的一切人民，你要將他們除滅，你眼不可顧惜他們，你也不可侍奉他們的神，因這必成為你的網羅。17你若心裏說，這些國的民比我更多，我怎能趕出他們呢？18你不要懼怕他們，要牢牢紀念耶和華你神向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事。19就是你親眼所看見的大試驗、神蹟奇事和大能的手，並伸出來的膀臂，都是耶和華你神領你出來所用的。耶和華你神必照樣待你所懼怕的一切人民。20並且耶和華你神必打發黃蜂，飛到他們中間，直到那剩下而藏躲的人，從你面前滅亡。21你不要因他們驚恐，因為耶和華你神在你們中間是大而可畏的神。22耶和華你神必將這些國的民從你面前漸漸趕出，你不可把他們速速滅盡，恐怕野地的獸多起來害你。23耶和華你神必將他們交給你，大大的擾亂他們，直到他們滅絕了。24又要將他們的君王交在你手中，你就使他們的名從天下消滅，必無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，直到你將他們滅絕了。25他們雕刻的神像，你們要用火焚燒，其上的金銀你不可貪圖，也不可收取，免得你因此陷入網羅。這原是耶和華你神所憎惡的。26可憎的物，你不可帶進家去，不然你就成了當毀滅的，與那物一樣。你要十分厭惡，十分憎嫌，因為這是當毀滅的物。